買樓係唔少人嘅終身目標，但私樓價錢令人望塵莫及。房委會喺4月30號開始接受新一期居屋申請，5月20號截止，提供合共6926個單位，並以市值7折定價。陳師奶同佢個仔阿樂今日就嚟到啟德視察，睇下點樣幫到佢哋置業。今期5大項目各有優勢，最矚目嘅居屋王啟德啟陽苑提供1090伙，鄰近宋皇臺站。將軍澳映輝苑就有超過1400伙，仲提供今期最大嘅560尺大單位。如果預算有限，東涌裕豐苑供應量最高，超過1800伙，入場費150萬就有交易。今年實施3軌並行，居屋、綠置居同白居二同步申請。阿樂只要填1張表就有3次中籤機會。綠白表比例亦改咗做5比5。今期綠表申請者進入市區優質屋苑嘅機率係近年最高。如果你同阿樂一樣有初生小朋友，參加家有初生優先選樓計劃，可以同家有長者優先揀走4成單位。如果你連續2次申請都唔成功，今次仲會以向魚者身份獲發額外1個抽籤號碼，中籤機率真正加倍。綠表人士建議以區域為首要考量，想住市區就首選啟陽苑，預算較緊亦可考慮九龍灣綠置居。白表人士如果想即買即住，中籤白居二後，可以喺二手市場揀選現樓，唔使等2-3年樓花期，最啱急住結婚成家嘅後生仔。財政方面，今期大部分單位售價喺400萬樓下，印花稅只需要100蚊，白表最高90%按揭，綠表更可高達90%半，還款期長達30年。就算買二手居屋，政府擔保期都延長至50年，令舊屋都能夠重生，尚會輕鬆得多。2026居屋係上車黃金機會，但由揀樓申請到按揭細節，每一步都要做足功課。想知更多關於資助房屋嘅資訊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公居房事。我哋下次見。